日本人也是千年一拜嘅毕业店。俺自家做啊，咪都唔信，個政府會拿學校廢得去。乜雞都唔得講，日本冤枉嘅，萬一出事情嘅，唔啲調查你屋下。我們管你大戲啦！防疫搞一个清清楚楚，把小原谅撒一天天要买的事情。这里不是你逃避的地方。胡说！你叫你来。我们大家一直守着这个秘密，也一直在弥补。以前没做的，要是现在再不做，以后就来不及了。你要去哪里？chỉ thấy ngày đêm nặng dưới 兄妹，先生下山帶金門上來咯。係誰啊？你把佢想念我做過嚟。我們學校都要廢掉，廢掉，廢掉！還說什麼網路線？我以前念嘅學校已經分開了，分開了，分開了啦！放手下啦！哪嚟嘅講人啲啊？佢冇花過錢，佢拉陳衝乜計？我想做他唔好，這個不應該，根本就唔出得中人咩。姐姐不應該，她是我媽。奶媽愛飛㗎。師傅，不要追了，我懂她的心情。媽嘅慢慢來，來唔差嚟，我開好嘅啦。阿พี่ 元旦過壽，係你大家共同嘅回憶。再見！再見！再見！我不喜歡有秘密，但是我喜歡跟你之間有秘密。你說的話好難懂哦，但是我蠻喜歡的。經營一天，咱遇到了一群人。經營一天過後，咱唔是個看到嘅群人，也唔是個聽到三個嘅叫聲。3月初8起始，拜一到拜四暗晡8點，客家電視台。雲檔雲蕩田岸牆，田岸牆。天安牆。